好，各位同学，大家午安，大家好吼。啊，咱今仔日礼拜呢，介特别吼，因为咱礼拜拄好，咱就日本的朋友呢，叫做瓦达纳贝桑呢，吼，好来你来坐起，吼，咱伊拄好礼拜呢，有来咱台南，吼，拄咱个机会呢，所以利用这个机会，邀请伊。来要甲咱做一场开讲啊，莫讲演讲，实际上是开讲，甲伊就是讲伊学台语，以及伊学东南亚语言，搁去东南亚自助旅行的一寡经验的开讲。我想这互咱少年人拄好一个真好的一个经验的分享啦吼。因为伊本身的日本人，伊即个支那话会晓吼，台湾话、台语会晓吼。然后去越南的嘛学越南话，搁去辽国嘛学辽国话，几若种啊吼，伊就若去到倒一个国家去遐旅游，就搁想法去学遐个语言吼，甚至去越南，去越南的少数民族的即个泰族，去嘛学一寡吼，咱等下咱等下呢，咱着。邀请伊来甲咱做遮个经验分享吼。当然咱随时咱若有啥问题，啥物想法，会当甲伊做一寡交流。譬如讲，要自助旅行，譬如讲咱顶届，咱有邀请各位的学姐，即个好陪面，嘛有来演讲伊去澳洲拍工的经验。即届呢，拄好即个活动咱要送的，拄好来，咱嘛是邀请伊来甲咱做遮个分享。各位若有啥问题，尽量发问吼，有问题呢，咱有加分哦，所以尽量吼。等下呢，伊个演讲会用台语进行，当然台语伊可能讲较慢啦，因为毕竟呢，台语毋是伊个母语而且伊学台语的时间其实嘛短短啊尔，真有限。但是呢，咱有勇气用台语来做演讲。我想在座各位，虽然恁拢是台湾人，要请各位。用台语做一场演讲，几个人敢？还是用客语演讲的有几个人敢？所以这呢，难得的经验，难得的这个机会呢，咱即摆呢，咱是不是用热烈的鼓声来欢迎这个活动咱的主播？伊即下穿的这是倒一个辽国的啊？这是辽国。我大家看一下，这是辽国的衫，好啦，咱即下就先请你来自我绍介一下，过来。讲一下你的经验，甲大家分享，大家有啥问即回？若有啥问题呢？会当大家做分享好来。大家好，我姓渡辺，名叫做郭一基，汉字是多边建立，我1983年出生的，我的故乡是横浜，就是关伊边，为东行30公里左右，安尼好，请你多多指教。安尼我大先读我写的，做无语言的困难度，为完全袂晓讲的水准，到会晓讲简单的文法的水准，上简单提悬，为简单的文法的程度。到初级程度较困难小可，听讲提悬为初级程度到中级程度搁较困难。搁学语言已经够的人讲，为中级到高级，为高级到专业
级，为专业级到甲当地人共款水准，愈悬的水准，需要时间愈济。若是，我补充一下，迄个补充一下吼，我等下要送的，吼，伊非常认真吼，就是讲为了咱这演讲的，伊个有做草稿吼，伊草稿拢是用台语罗马字写的，吼，所以呢，恁的罗马字要写比较好哦，吼，若无就可能爱搁明年才搁来哦。咱外国人就做会到啊咧，来，再继续。若是伫外国做工课，应该是爱足悬的语言程度。毋过，若是简单去外国旅行，会晓讲一丝仔尔嘛，大概无问题。我真介去东南亚的国家，亲像是台湾、越南、辽国、泰国旅行，所以我会晓讲遮个国家的语言，毋过拢是会晓讲一丝仔尔。我熟悉的台湾人内底，有人学日语足久，即马足够讲日语，伫要甲日本人共款的水准。其实是因迄款的人简单学一种语言尔，提悬到足悬的水准，较厉害我即款学足济语言所学的语言，拢会晓一丝仔尔的人。毋过真济人知影我伫学这种的语言，都略准是厉害。若是想要计较，都应该学足济种的语言。毋过我毋是为着想要加厉害学这种语言，我是为着要去真济国家佚佗，我伫学这种的语言。足济台湾人甲我讲，学台语足困难吼，比其他的语言特别困难吼，比中国话较困难吼。毋过其实若用表音文字，就是罗马字来学，都无比其他的语言困难。所以外国人为着来台湾佚佗，所以学台语，真像我。安尼毋免学到悬的水准，嘛会使毋免学到悬的毋免学到悬的水准嘛会使。所以若用即种角度来学台语，并无困难。我对一个东南亚有一种民族叫做苗族，我捌学因的语言，一丝仔，迄个时阵的经验。苗族人是住伫越南北部、辽国北部、泰国北部，就是统称的印度支那北部甲中国西南的民族。苗族人大部分是农民，伫越南北部的沙巴、有人伫罗阿产种物件，一部分的人受民族的特产卖互旅行人客。我因为有真济机会去印度支那北部旅行，所以我对因伫学苗族语。我甲苗族人问苗族语有文字也无，结果知影苗族语有罗马字，苗族语有罗马字，
苗族语罗马字本来是基督教的人创作的文字。罗马字本来是拉丁语的文字，苗族语罗马字是为着下苗族语的发音系统改变来创作的。今嘛也伫基督教的教会伫使用，毋过毋是基督教的信徒的人，比如讲信民族传统宗教的人，因嘛伫使用苗族语罗马字，因并无讲罗马字是基督教的文字。阮无要使用苗族语，伫外人辽国、泰国无得做官方语言，伫学校无得教，所以毋是所有的苗族，所以毋是所有的苗族人拢会捌苗族语文字，毋过伫民间。苗族人自主推动普及文字的运动，有袂少的人捌字，毋知敢有捌字律的官方统计无？我约的是大概10%到30%的人捌字，这个比率一定是比台湾人捌台语罗马字的较悬。毋捌字的人嘛拢知影家己的语言有文字。我去苗族的庄社的时，我问讲，我想要学苗族语，你敢捌苗族的字？因就算讲毋捌字，无人讲苗族话无文字。因甲我介绍捌字的人。苗族人内底有人会晓写官方语言，比如讲越南语、辽国语、泰语。毋过，因袂少的人无感觉家己捌官方语言，因袂少的人无感觉家己捌官方语言的文字。写字的时阵用官方语言就好，免学家己的民族的文字。因重视家己的母语，因真爱母语，因感觉会晓写母语是重要的代志，所以因会晓写苗族语的文字。苗族人毋命对文字方面，当然对讲话方面嘛爱母语。是大人对囡仔讲的时阵，拢用母语；囡仔甲囡仔讲话的时阵，嘛拢用苗族语来讲。我讲到为虾米支持伊的台语运动？是我国中甲高中的时阵，我足讨厌英语课。我对英语这款语言甲英语国家的文化并无兴趣。毋过，勉强去学英语。英国人、美国人无义务学日语，哪会颠倒日本人就爱学英语，真正无公平。所以我讨厌语言帝国主义。我支持台语运动的理由，嘛是因为台湾话甲中国话的地位，台湾话甲英语的地位无公平。语言帝国主义者讲，英语是国际语言，日语毋是国际语言，
所以英国人、美国人免学日语，日本人就爱学英语是当然的代志。我绝对无同意安尼，我毋甘愿即款屈辱，特别是日本人内底有人抱英语帝国主义，同意迄款无公平的意见，我一定拒绝迄款的意见。所以英语、日本话、中国话、台湾话、阿伊诺语、沖縄话语等等所有的语言，我无支持倒一个是语言是高级的国际语言，倒一个语言是国语，倒一个语言是下级的方言。即款语言，我希望尽量会当平等看待所有的语言。恁台湾人听到有人讲英语是国际语言，中国话是国语，台湾话简单是方言尔，所以英语一定爱学，中国话嘛应该学。毋过台湾话即款的方言无价值学，安尼恁感觉安那？袂少诶个这话题毋是语言诶，是我去东南亚国家时阵感觉诶是有钱诶人甲无钱诶人诶，袂少诶日本人感觉经济上有钱诶国家人较幸福，无钱诶国家诶人较可怜。毋过我有去东南亚几个国家看，感觉无一定是安尼。日本大部分诶人经济能力悬，享受方便诶生活。毋过有真侪问题，亲像是运动无够，看电视甲电脑伤久，食真侪加工诶食物，压力大。这个问题影响足侪人的身体甲精神的健康。我捌听过医生讲，经济能力愈悬，着郁卒病的人愈侪。颠倒是东南亚的山地民族，定行山路。所以身体真勇，搁因较少看电视甲电脑，看起来较侪人较健康。当然，若是非常散赤甲无够物件通食，就是营养不良，安尼就颠倒无法度健康。伫遐应该是嘛有人真正遐尼散赤，毋过至少我拄着的人，大部分散赤是散赤，看起来物件有够通食的款。我捌看日本册写讲，日本人享受行伫控制里的好路的生活。去了国的时，看到路无控制里足侪无控制里。足侪石头啊，足歹诶路，行袂到100步，就骹忝酸，搁会痛，无法度搁行。辽国人简单有即款路，即款诶路尔。
真可怜。颠倒咱日本人着爱感谢家己会当享受遮尼好命的生活。册内底即款的内容，敢真正有影？就算是辽国的路，实在无控制力，国足济石头仔，日本人凡世真正有人行袂到100步，就无法度搁行。毋过辽国人无共是为细汉时阵拢行即款歹的路，会宽颈来大汉。安尼锻炼，所以即款歹的路无要紧，会当行足济步。辽国人行即款歹的路，来锻炼体管体力，姿势嘛好，较健康。日本人伫控制力的路，顶面坐车来移动，运动无够，身体人姿势歹，着郁卒病失眠。即两种，倒一个是好命的，倒一个是可怜的。当然，我毋是讲所有的辽国人拢幸福，所有的日本人拢不幸。毋过，我认为愈好业无一定愈幸福。我有一个日本朋友，伊细汉时阵足够读册，伊伫真好的大学学习，毕业了后做日本国家的官员，薪水嘛真好。毋过伊感觉空虚，无感觉幸福，所以伊已经退休，即马伫做无使用农药的农业，所以日本人内底嘛有迄款的人，安尼。到目前为止，算是个开头人吼。迄个伊较紧张吼，但是咧，迄个我给大家讲，伊对于拄只开场所讲的这个话，毋知各位有啥物即个感想无？譬如讲，伊讲到苗族苗族啦，苗族这就是有分布包括中国西南边，包括即个越南啦也是讲辽国北边遐拢有即个苗族的分布啦嘛拄则讲到苗族人呢，伊捌苗族话、苗族语、文字迄个苗族字呢，因遐差不多10%至30%的人。我有朋友的，但是至少有一个你观察到的现象是，咱问台湾人大多数拢讲台语就无文字嘛，对无？包括譬如讲黄春明啊，还像陈方明，伊嘛讲台语也无文字啊，甚至台语也无文学啊，所以这就是另外人第三者人观察到的做袂好。为什么台湾人照讲咱比苗族人较进步呢？台湾人照讲咱2000多万人。对无？咱讲强调咱科技足进步的，咱社会足进步的，但是说对家己的母语的文字，
煞一点仔意识拢无。顶倒人标族人，至少阁有2、3成人有意识着，而且因认为迄是应该，伊嘛真积极去学啊，为啥顶倒咱台湾人无呢？我想这是会当互咱台湾人家己一个真好的思考啦来，伊这是一个开头啦因为伊毋是专门大学的老师所以呢，伊较需要着讲，大家有啥问题敢问互伊问伊答安尼，伊较当讲较济无安尼啦，大家通信啦，还无问题我则先来讲一下你去过东南亚遐济国家嘛，去过中国嘛来台湾遐济届你感觉台湾甲中国台湾人甲中国人有啥无共？台湾社会甲中国社会有啥较大的？你感觉较大的无共？啥物所在？你的印象，你感觉？你来台湾，甲你去中国的时阵，你的感受有啥物？你去中国是互拍无？我感觉是台湾人甲印度人东南亚的人，较简单做朋友的，较好斗阵。较好斗阵的。中国人甲日本人是较困难斗阵。若是熟悉做朋友是真做亲密的朋友是真好，毋过无简单做朋友安尼。无熟悉的人甲迄个距离较远，我感觉安尼。安尼除了这之外，佫有其他，你有敢有较实际的例？比如你中国，还是讲伫台湾拄着的具体的例，敢有较具体的例、实际的例？较具体的例。比如讲你前届去中国的时阵，敢有拄着中国人甲你欺负的情形，还是拄着较无友善的情形？无，因为中国人拢认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伊拢叫是你中国人。中国是足济，还是中国人来讲嘛，母语毋是中国话的人，足济人母语毋是中国话，所以有听嘛是毋知我是。因为你会晓北京话嘛，所以你去遐你讲来用北京，伊就当做你是别个省份去的中国人所以毋知你是日本人。来，佫有你感觉台湾人甲中国人除了无，就讲迄个好斗阵甲歹斗阵之外，有啥物差别无？比如讲你观察着因遐对台湾的看法是安怎？拄仔是迄个普语言帝国主义的，安尼是中国人较会所在是，我讲中国话是，伊一定讲中国话来回答，无讲，就算讲伊会晓讲英语嘛是无讲英语，因为伊知影伫中国爱讲中国话，无免我若会晓讲中国话，安尼无免讲英语。不过台湾人，越南人嘛是有人是，我就算讲讲本地话，嘛是伫台湾讲台语，越南讲越南话，嘛是有人讲英语，爱想要讲英语。不过我袂晓讲英语，所以安尼是中国人较好的所在。就是即个你中国的时阵你若敢讲北京，伊拢会用北京话甲你应就对啦所以中国人的母语意识变得较强，台湾人用台语也好，甲问呢，拢变得用英语甲你应，无就用北京话甲你应。所以变得台湾人迄个母语意识较无。你去，譬如讲你越南，你对越南的印象是安怎？看法是安怎？越南若是做朋友是真亲切，无做朋友那么是讲很亲密，态度是亲密，不过无一定真正好有好的感情，就是讲骗人这。你去越南，你真介去偌久啊？去10个月左右。去10个月。毋是一直10月，去一个去别所在来。你越南话安怎学？你伫咱越南话是安怎学？
头一摆是伫日本，迄个去越南语教室，个买册，安尼学，了后去越南有白佚佗开讲，安尼。透过佚佗开讲间迄人交流先对学安尼。伫日本有找迄个日本的甲共款意思对应啊，日语甲越南语对应的册。嘿，越南语嘛有辽国日语甲辽国话嘛有，日语甲中国话嘛有，日语甲泰国话嘛有，足侪嘛有话嘛有足侪话多，安尼所以就算讲袂晓讲，就算袂晓讲嘛是用安尼慢慢啊学安尼是。所以是用迄个手笔册嘛，就是因为日本足侪足方形的吼，就是因要出国自助旅行的时阵啊，有比如讲日语对台语，日语对越南语，日语对啥，你用笔的就会使。日语甲台语无，因为台湾人毋捌台语字，所以日语甲简单有日语甲台湾话语尔，无日语甲台语诶。伊迄个前几档我知影有一本新的吼，伊是日语对华语兼台语啊。有一本伊是华语佮兼台语，迄新出的。伊是华语兼台语安尼吼。所以就是讲迄个手笔册啊。迄伫日本足方形哦，自助旅行定定咱会用。但是咱台湾会使讲拢无啦，台湾也无迄。即摆我即摆当咧编啊，我即摆咧编。你咧创作的是敢是第二个？我即摆当咧编迄个台语、越南语对照的即个手笔册吼，即我当咧编。我看到迄本册的时阵，就是对日本的。对，迄就是模仿日本迄种方式。日本足侪少年人出国旅游拢是用迄个。毋领少年人，老人嘛是。对，就是出国自助旅行啊，拢会用。日本的足侪老人讲去泰国有小三，敢是？小三小三小三。不一定是小三，离婚，结婚嘛有。伫泰国遐有女朋友对啊。有我看到，有即种现象你讲者你学台语咧？你台语是安怎学的？然后嘛是甲越南语共款，是用头一摆买着迄个日本人学台语的册，就是用一个台语罗马字来开破的册。啥物人写？村上迄个川上啊，迄个啥物？村上迄个村上嘉佑。对。川上嘉佑，迄个较早是天理大学的教授退休的，川上嘉佑，然后看来台湾，甲台湾人有开讲。你伫日本遐教授嘛？较早先伫日本嘛有台语教授，伊迄边有一个日本人，大家先生，教台语，日本人嘛有人来学，台湾人嘛是会晓讲台语的台湾人嘛是为着学台语罗马字，来安尼来学。我补充，伊讲迄塔达山多田会啦，多田会，足侪迄个多田会，塔达山，伊即摆伊是即个东京大学迄个语言学的博士后选人，伊伫东京呢，主要是教华语甲台语，华语以及台语两种拢有，伊台语嘛讲啊足好，客语嘛小可会晓讲，即个伊伫东京有开课，伫教会东京教会嘛有伫教，你拄才讲，除了日本人去学，包括台湾人若要学安怎写台语的嘛去找伊，伊嘛教迄个台语罗马字。我有一个朋友捌台语罗马字，人讲台湾人甲日本人甲台湾人甲台语罗马字安尼
甲毋甲见效，伊讲安尼，就是迄个单位制。系啊，就是台湾人颠倒袂晓，颠倒日本人佫会晓讲佫写。这是出现在台湾人的一个现象。毋过，若是台湾人学罗马台语罗马字，安尼足简单学了后，安尼当然台湾人比日本人较会讲，所以安尼学了后是台湾人会当甲日本人教台语。你即摆伫日本学台语的人多啊少？就你所在，你敢毋知？毋知。你以前伫学是拢一个人，还是团体为班的？你学先是一个人，还是团体？团体应该是7个人，七个人，八个人左右。7、8个因拢啥物款背景的人来伫学台语？拢啥物背景的人？日本人是拢是去爱去台湾佚佗的，台湾我他古条我在人。台南，安尼讲台语，安尼讲台南，酒伫厝的啊。你创作？酒伫厝的查甫人。酒厝的？酒伫厝的查甫人。不一定查甫嘛。酒伫厝的。宅男宅女啊。不一定少年的。不一定少年。台湾人是主要是迄个长老教会的人。所以你讲伫遐学台语的遐日本人，真侪拢是宅男宅女的对啊。不一定个安尼。除了迄之外，佫有啥物款？佫有啥物款的对人伊会学？啥物款日本人会学台语？比如你前届你以前去学的遐。政治有关系嘛？甲政治有关系。这要来台湾做生意的。大概上。就是做生意，应该是做生意的，是自然会晓讲的，应该是做生意嘛有人参加迄个台语罗马字。来，各位有啥问题无？咱变动我咧问问题。随时各位若有问题，咱举手起来问，无要紧哦。敢有啥问题？好来。你学迄个东山遐个语言，你感觉对你来讲有倒一个国家的？对你来讲，你感觉较简单去学，还是讲拢足难？较简单。发音来讲，上困难的应该是苗族的。苗族的。根基音足个 G B 安尼。根基音足个。简单的是，你即摆对东南亚语言对种讲了上好？东南亚是应该是台语。台语之外咧？华人语嘛，佫过。辽国语是还未到，也未到一般水准。可能迄个应该是日语，伊母语日语以外，第二是应该是闽南语，中国话，台语，华人语，辽国语，个是辽族语是上一来尔，机会较少的。你嘛有去辽国嘛？辽国嘛，辽国吼。你辽国，你遐有啥物？迄个有啥物想法？啥物看法？有看到啥物迄个？辽国，辽国，
那个了国人，了国的族那个，无生活族慢慢啊，拢是慢慢啊来，族族者那那个迄个那是迄个。球啊，那主人水的主人，了国人嘛，做亲戚，较做简单做朋友，但是这个问题是啉酒伤济，个勉强。勉强别人啉酒，那样简单。勉强你啉酒啊？这是我，这是不好。个了个别人，了个特别了个是警察，迄个有这个歹的警察是讲安尼讲，我行路的时阵，这是袂使，我白讲，这是袂使入来的所在，所以罚金，安尼也算掠钱，安尼接济安尼，掠就是讲辽国的警察足济啦，甲查拉共款的，这是歹的所在。不过人民是嘛有足济好人。你捌互掠过？有两摆，一摆是较少的拿较少的钱，一摆是我讲足一摆，讲足一摆无拿钱，安尼结果伊无所以两摆内底一摆拿钱，一摆是无拿钱。你去东南亚这个国家的时阵啊，你这个大的资讯啊，啊种交通的资讯啊，你拢安怎？大的是较俗的饭店，也是旅社，安尼。你个资讯拢安怎来？嘛是咧册，册是。嘛是咧册啊，旅游册啊，我有白行啦。哪行哪找咧？看到了后，咧找有饭店安尼。等于去了再去找就对啊。你譬如讲你伫东南亚，你有拄过啥物款的危险无？拄啊讲的迄个警察，歹的警察，我是个。安尼，主要是安尼其他拢无拄着啥物危险。袂，也袂拄着。哦。你去越南，你有去啥物所在？越南主要是北部，沙巴，沙巴是迄个少数族的苗族、泰族安尼。迄边是因为个海拔1600米，所以夏天嘛是凉，所以越南夏天就热，所以我爱去。你伫遐偌久啊？沙巴啊？捌住3个月左右。3个月，拢住共平旅社还是无共？袂见。拢会换落去啊。沙巴，我沙巴有一个台湾人，头家是台湾人的饭店，我有住迄边。不过，伊的某是越南人，我甲伊迄个某有冤家，所以无搁住。是安怎来冤家？安那，这是要去吃啊？
你用华人话玩家啊？嘿，所以我所以你玩输高，你华人话是，所以输所以伊会赢，伊赢。哦，所以赢了着。哦。你伫中国毋捌干玩家过啊？无。你伫台湾有一间是讲是阿里山，中国人玩家。这是住伫台湾的，住伫台湾的中国人玩家。迄是啥物情形？迄是我讲中国猪是伊真正受气。我毋知我毋知遐真正遐尼受气。毋过住伫中国的中国人无遐尼受气。我伫下晡一个大商，我甲大商甲本地的下晡人开讲的时阵，我讲恁台湾，我甲大商讲，恁台湾人叫日本人，阮日本人叫做日本狗，台湾叫中国人叫做中国猪，恁台湾人叫家己台湾人叫啥物？伊讲台湾牛。安尼了后，大商甲迄个中国朋友讲中国猪。了后，伊讲莫生气，猪是好诶动物啦，讲安尼。所以住伫中国诶中国人无生气，无伊嘛无生气，笑尔。不过外省人住伫台湾诶中国人，伊真正生气。恁是讲啥物代志？咱会讲着过？迄是啥？安怎讲着中国猪？毋过我讲中国猪是伊真正生气，真正生气，加伊啊，敢是讲着政治的问题？对。讲着台湾甲中国的政治啊。佫有无？来各位同学有啥问题无？随时有来问有啥问题无？来这几个拢会使吼，来。问题就是较知影东南亚的语言，还是讲足侪国家，足侪，譬如讲欧洲啊，还是倒位拢知。我感觉捌去过亚洲的东南亚甲中国尔，所以我简单知影迄个东南亚，比如讲台湾、越南、越国、泰国，甲中国的，甲甲日本的语言尔，我完全毋捌澳洲、美国迄边的语言。我想要请问就是为虾米你会对东南亚的语言特别有兴趣？因为我回日本上近的是旅行的所在是东南亚甲东南亚甲中国，所以韩国嘛，我也有捌去韩国。澳洲美洲迄边是像真远，我无钱去边旅行，所以也无机会学因的语言。你中国来。所以我总会当讲就是，每届你想要去倒一个国家旅行的时阵，你拢会先学伊的语言。若是讲倒一工你有钱啊 ，maybe 你嘛学南美洲遐的语言。若有钱，有可能要去个迄个学遐个语言，个也袂，即摆也袂去过，也袂钱，也袂有钱，也袂有钱。你中国是拢去啥物所在？拢是南部，
我还捌去中国北部，所以我的支那语嘛是无跟基因。我44，我44讲44，我中国南部嘛是大。对啊，中国南部嘛是较无，我无讲44，安尼我的迄个根正发音无好，所以有时袂通。所以基本上伊是拢是较非主流的语言的所在，较弱势的语言。这是好的现象。少年人就是爱有安尼的精神。少年人袂使拢甲挖苦伫迄种强势的语言啊，种强势的国家。本来就是爱安尼啊。所以你看咱台湾人一般人去拢是去欧美国家啦，去遐所谓较先进的，但是等到对着欧美以外的，拢无啥人要去。所以像我以前伫越南，伫遐学越南话，包括伫遐做调查的时阵呢，拄差不多日本人，日本人上多，日本人。东南亚。嘿，伫东南亚拄着日本的生理人也好，也是讲日本的即个学生，上济，搁来第二济就是韩国人，韩国、日本算上济，做这种少年啊，应该是伫泰国有台湾的中年查甫有小参。泰国遐。应该有。台湾的一寡。台湾人嘛有吼。台湾的可能嘛有啊，因为我泰国迄边我就较无啥了解。好，来，还有啥问题无？来。啥问题？以后有讲有兴趣，去其他的东南亚是哪样的国家？亲像菲律宾，还是马来西亚？我即摆要住台湾到11月11号，然後要去緬甸，所以我即馬有迄個即馬已經準備迄個日記甲緬甸的迄個冊，安尼來開講。所以这就是咱台湾較欠的咱一般拢会笑讲日本人英语敢若无好毋过呢，日本的即个虽然讲平均这伊的英语毋是介好，但是因的多语言的即个基础是介好，社会迄个做一种语言的人才啊。就是讲因的观念是，你无一定爱逐个人拢爱逐种语言拢做捌，就是伊分配，比如有的人去学缅甸话，有的人去学台语，有的人学越南话，学会了，所以伊就当编出做一种日语对各种语言的。差不多你想会到语言拢有啦，真正所以像我前一阵去日本的时候，我嘛买足侪遐手机册，转来做参考啊。这是台湾完全拢买无。伫10几年前，我要学越南话时，要踮台湾找无半本啊，无半本越南话教材。但是迄个时阵，日本就足侪安尼。我伫1997年第一届去越南的时阵呢，我去遐时嘛看迄一寡日本人的迄个旅游的啊，伊拢手里拢一本迄个。一方面是导游的啦，一方面是迄个手笔册，用笔的迄啊。迄种就有啊，迄种有啊。尾啊，伊拢照了，就拢等下录下，尾后拢甲扣转来，扣转来。所以讲，这是真好的方法啦。就讲你一个人无法度学遐济语言，但是有专门的人学会了，伊甲浓缩做这，互你做一个入门的物件，这是真好的。所以你讲像我当那要啥伊即马要去缅甸，伊就当有日语甲缅甸话对照一下。连讲若要菲律宾，就搁有大家乐即个话会对照，因迄有规系列的啊。但是咱台湾就无啊，即就看得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伫倒啊。你一个国家的迄个背后迄个实力，咱完全拢无啊。甚至包括迄旅游的册呢，嘛是拢集中伫欧美国家尔。东南亚国家的册拢写足简单的啊。可能拢几个国家合作一写，比如讲东南亚10国啦，合作一本册安尼尔。但是咱日本的拢是一个国家就一本啊，甚至有诶一个城市就一本，写较足幼诶迄幼到啥物程度呢？你想要食啥？比如讲你想要食越南的河粉，倒一间店地址一堆，伊开诶时间一堆，一碗偌济钱，拢写甲足清清楚楚，是毋是安尼？拢写足包括迄博物馆几点开，伫啥物路，这拢写足清楚诶。真正非常的清楚。我这就是有人因为
足济有即款的方便的，所以若无安尼是无法度行，无练就是讲无练力家己考虑家己从家己行的，所以迄是迄是无一定好是好，不过上方便嘛是无。台湾无了变做种安啦，拢爱靠团体，拢旅行团尔。所以台湾的啥人拢是参加旅行团，足少会家己去自助旅行的啊，非常少啊。当然毋敢讲无，嘛是有，但是非常少。大多数拢是参加旅行团，啊，着互旅行社去安排尔。迄着较无意思啦。你若当有家己去行的时阵，有一本册会当做你的即个参考的资料，这嘛是真好啦。所以着各位若有机会呢，寒暑假，若总讲经济会使嘛会当去外国行看看，尽量去迄种。愈无人去的所在，你来愈甲行看看，我想这对各位有真大的帮助。伫外人，我还未还毋捌去辽国的时阵，我甲日本人旅行者，伊较经验比我较济。我甲伊开讲的时阵，我甲伊讲，我想要去辽国，毋过。了袂，我完全袂晓讲辽国话，所以我即马毋敢去，大声学辽国话，了后去安尼学对无？伊讲，莫烦恼，就算讲袂晓讲问题，嘛是去看觅嘛是无问题，所以伊甲我安尼，所以我敢去辽国。就是拜托老母，买寄到辽国的册，寄互我带的分条，安尼领着了后，我有去辽国，安尼所以若无伊的可能，我就是要。毋敢去辽国，这就是少年人爱有勇气，爱去冒险，爱行看看，来。现在迄台湾仔语言啊，较袂讲出声，虽然讲是无同国家的语言，较袂讲出声。当然各国的语言，敢有共款，敢都相像，都无同。辽国话甲泰国话是系统共款做足像，应该是我感觉是亲像台湾话甲潮州话像诶，有诶会通，有诶嘛有诶袂通，安尼关系。外人话甲其他语言袂完全袂通，柬埔寨来讲。柬埔寨，迄边的语言嘛是有一种甲别个所在袂通的语言，缅甸嘛是安尼，缅甸的语法嘛是无共，较像日本话。语法的无。我想安尼啦，你讲几句啊？大家听看觅咧，看差安怎讲几句啊？比如讲。苗族啊，讲什么？就是讲什么意思？比如你问好，问好。你好，安尼你好的苗族话是鸟种。苗族的。苗族嘅是。苗族鸟种。那苗国的。苗国萨瓦迪。萨瓦迪，泰国是萨瓦迪。迄个越南语的。新找。迄个马来话，唔知啊，马来也袂。马来我讲袂。有人咁。之前敢若捌，以前我是个有马来西亚来的同学，但是我袂记一啦，马来基本上是当然话共话无共啊，基本上是你若无学就听无啦，基本上是安尼，所以有机会就是。你去行看看就知影。当然嘛，伫泰国嘅邦国有潮州话，对不对？你好，潮州话应该是愈好。应该是啦。因为即个东南亚有真侪以前华人迁徙去遐个比如讲去泰国足侪是潮州人，
啊，潮州话呢，甲台语差一半会通。所以你像我以前伫美国读册时，我有一寡同学是泰国的华人后代，伊的阿公阿嬷有一边，可能是为潮州来，然后有一边是泰国人，伊甲第3代左右。基本上咧，伊有几句话，因佫知影，比如讲食饭，食饭，因会晓讲，像肉粽，伊嘛会晓，钱伊嘛会晓，但是即几个词较常用之外，剩诶就袂晓。这是泰国遐即个华人的后代当然即个其他各国，比如越南嘛是真侪华人有福建啦、广东啦、潮州、海南岛、佮客人这是即5大族的。马来西亚印尼嘛，差不多是安尼。好啦，佫有啥问题无？来，其他同学佫利用这个机会，咱大家做交流一下捌自助旅行过的同学，请举手一下。有人捌自助旅行过无？有一点。好啦，拄则后壁还有人。其实台湾人真介意日本人，所以我无听过有人骂讲日本狗，较常常听到骂韩国狗。我想要问讲，你出国的钱是爸爸妈妈甲你斗3工，还是有其他准备的方式？我先讲家己迄个，就是我拄仔讲的是日本人有足济有资甲其实我嘛有资甲迄个精神健康小可无好，所以日本政府互我福利金，安尼为着病人的福利金，所以我健康小可无好，所以无工课，我用福利金，住伫比日本物价较俗的国家，安尼是较好，因为日本虽然有福利金，不过无够通生活。日本狗，应该是迄个，应该是安尼啦，迄是少年辈可能较袂安尼讲啊，但是以前史上文献是真侪。即摆日本无侵略台湾，所以无安尼，不过应该是较早日本侵略台湾，所以老人来这有人拖下。特别是日本时代的时阵，会讲安尼啊，讲日本狗，或者讲四脚嘛是意思是讲就是动物，日本人讲四脚，这是日本时代会安尼讲来，个问题来。好处。这是用这个上好。会当去足济国家看卖。我问你吼，你去东南亚的时阵啊，你若用当地话甲因讲，甲你若无用当地话甲因讲，有啥物无共？当然会当亲密完全无共。就近迄个距离嘛吼。我甲隔壁有一个外国人，我伫越南我讲越南话，伊讲英语，我甲伊开讲真济，隔壁的越南人简单回答尔，无啥袂开讲。就近距离这是上大的功能之一啦。个苗族人是，我若讲听族话，越南话是，袂插。无爱，无听，我爱。继续无听。不过我讲苗族话来问好，完全变
笑面。笑面安尼新品嘿。这是种明显的吼，就是讲苗族人利用行族话就是越南话吼，甲伊讲的是伊歹插伊，伊就当做听无。安尼也用苗族。听无是加听无。安尼也用苗族话，伊就足亲切的，甲你都好吼。这是事实，大多数拢是安尼啦。这嘛是为虾米？以前国民党来到台湾了呢，伊要逼咱台湾人爱学北京话，就是安尼嘛。伊要大甲咱变做拢讲北京话啊，所以语言的功能就是安尼所以即摆咱大家拢变讲北京话了呢，等到讲台语的人甲你讲台语，你拢唔插啊，拢在讲北京话所以台湾人变反常现在，是不是啊？这个人学生大部分是南部人，拢有，全台湾各地拢有。北部是较变做北京话，南部较保存。程度上，差别小可小可差别来。你唔个问题，你有啥物足特别文化的经验？较特别的文化的经验有无？文化的。就是你去东南亚像来台湾，较特别的有关文化这方面的经验有无？文化的经验，比如讲，要啥款的经验？无先互伊另外一个问题，我先文化的冲突，应该有一寡拢是甲你原本日本的文化无共，安尼敢有啥物特别的感觉？文化冲击大部分是我感觉是人的性格，人个性，人无共。文化就是究竟你哪想啦吼？迄个是哪个补充一我所知吼？迄当时，比如讲你去越南，敢若嘛是甲沙卡上冤家有关系就是沙卡佮另外一个日本人迄嘛是台语做我讲的。伊伫台湾住10几冬伊嘛捌伫民进党的国际部伫遐上班过伊较早是日本通讯社迄个记者。伊台语做我讲客语嘛会晓伊即摆就是恁伫网络顶头。在即马毋知。我讲恁进前，敢若是为着即个，到底越南话是毋是汉语的方言？你感觉毋是，伊感觉是，为着这个冤家，了呢，你为着要证明你讲的对，安尼去越南，去学越南话，是毋是安尼？是学越南话。去越南，伊迄阵已经开始学越南话。已经有学啊嘛，有学一个了呢，你搁去越南，证明讲你的看法是较对安尼。嘛是我无感觉汉语方面。所以你认为，你也是认为，迄个越南话毋是汉语的方言我记这个就是讲咱日本的少年人伊会当为着伊的主张、伊的想法有行动，甚至去遐求证去越南，佮进一步学越南话，啊种收集相关的资料，去求证讲我的主张是对的。我想这是真难得的一种的精神少年人也有这种去求讲，到底伊的真相是安怎？比如讲，伫日本，日本人足侪人伫网络上加主张，毋过普通的所在毋加主张。对啊，就是讲你主张了，但是你要有证明你要去了解伊爱查证所以敢嘴遁陪讲的，咱就准是咱也有行动去做研究，爱深入研究。所以个文化，就是日本的文化甲日本以外，当然嘛，中国拢是日本
甲日本以外是日本以外的国家较主场较济，日本来讲搭网络上加主场，活动的所在毋加主场。差无个人的主张，是因为恁较要求团体的行动啊。哦，特别是上班的，拢是听主管讲安尼，较毋敢有家己的主张。后来你个想法嘛吼，别个看其他同学，佫有其他的问题。伊问的文化是，就是你拄着有啥物较大的文化的冲击无？我举一个例好啦吼，比如讲即个，我第一届去美国的时阵呢，迄当时我才24岁，算第一届出国啦吼。第一届去美国的时阵呢，迄当时拄好嘛有一群人，去迄个加州的迄迪士尼呢，迄遐佚佗呢。阮一群人10几个，其中有一个是站长的朋友，伊骹无方便，举拐来吼。阮去的时阵呢，排队呢，伊就有一线是专门互站长的人士去排，而且伊排队毋是讲干叫你行路无方便你家己一人就排，伊是你的朋友就规团拢过遐。所以讲迄当时呢，一般呢，你若去迪士尼呢，你若去遐佚佗，通常你敢若排一项，才排1、2点钟啊，可能排1、2点钟了。甲算1分钟尔，大多数。但是阮迄届呢去呢，拢完算了，算好啦。因为阮去拢免排，直接，就因为阮迄朋友伊骹无方便，所以就全部朋友就互你做去。因的想法是安尼，伊讲吼，你无可能讲干叫伊家己站长一个人家己去行，其他朋友你嘛爱对啊。迄若是台湾上计可能你干一个人陪同尔，但是嘛讲你讲来讲一个人陪同嘛足奇怪啊，你。一群朋友就是爱做伙耍才有趣味，哪有迄个爱共徛分开去的？所以认为是你一群人就是爱做伙去，所以就是安尼，优先互你行，所以咱就讲，安这袂歹，嘛因为有遮尔好的即个措施的时阵，人才会感觉讲，袂认为站长是一种负担嘛。无咱一般拢会想讲，站长就拢造成负担嘛，要去倒买倒拢无方便，所以你过去踮厝就好，人袂啊。过来包括譬如讲，因迄个停车场，因的 parking lot 一定有互站长在停车的。你若是站长意思是，你绝对互拖掉的。像这呢，因就做甲真彻底啊！就对着人，不管伊是正常还是小可有站长的人呢，伊拢对这拢会真尊重。所以我感觉讲，这伫若伫台湾可能真困难，暂时可能也无法度做到遐。暂时伫台湾就也无度做像美国安尼，这是类似即种的经验，毋知你有？我讲，我互人问，几个人去旅行，伊时阵我回答讲，一个人旅行，足侪人讲，一个人是无聊吼去。甲朋友较侪人做伙去较无算吼，迄是东南亚的国家人嘛讲，中国人嘛是讲，个日本也是足侪人爱去一个人旅行，是因为安尼较自由，是无共。就是恁日本足侪拢是一下两下安尼自助旅行，家己去旅行，足普遍的嘛安尼伫其他，比如台湾、中国啊，是当然就较少安尼，伊拢较对团较济。除了这差别，佫有无其他的较大差别无？其他的。我给你哪想来其他同学佫有其他的问题无？任何问题拢我结合。台湾，有讲到什么所在，较互你印象较深的？印象较深，台湾，互你印象较深。
你第一届是当时来台湾？第一届是细汉时阵国小的6年级11岁时阵对父母来，迄阵完全袂晓讲台湾语言。啊，那迄阵是哪来？来佚佗呀？来佚佗。对，父母来佚佗。日月潭，哦。啊，了后你第一届家己来台湾是当时？家己安尼是4年前。4年前。啊，你迄队？你第一届到迄阵？台南家己，台北。台南家己台北，迄届是第一届。啊，迄届就是原第一届，还是搁后来？家己来第2个时阵。啊，你迄届第一届来先，敢有啥物印象较深呢？因为日本人，什么是语言的是日本是因为拢是日语的社会，所以台湾是台语甲华语有两种，安尼，有时阵用台语，有时阵用华语，安尼是普通的日本人想袂到这款的情形。所以语言的情形。所以日本人足侪人知道语言的情形，所以就是印象。安怎讲？伫日本，我印象台湾嘛是我的国家嘛是甲日本无共的是，日本是家己嘛是迄是3届嘛讲是家己别人拢是严，所以若是有毋对，若是做无好是互人骂，上侪骂，所以这安怎讲？这是我即款的人是安尼是紧张，个安怎讲？安尼个比如讲来较晚的时阵，无来较晚时间的时阵，日本一定骂，甲朋友做伙佚佗的时阵嘛是来较晚是已经不过伫东南亚、台湾嘛是安尼，我人嘛是安尼，我来较晚，我足侪时阵来较晚，不过对方嘛是来较晚，所以所以不要紧。日本较准时准分的对啊。对，迄是日本的，迄是嘛会使讲好的所在，不过嘛无一定好。我即款的人是较安尼讲，较安尼讲，较紧张，所以无一定。这就是讲迄个东南亚，包括咱台湾吼，就是对这个时间观念较无遐准时准分啦吼。时间以外的方面嘛是拢较凊彩这外国人的观察，拢对啊。日本人是就爱袂使凊彩安尼紧张，袂少人做有趣。所以做这样会做。迄我较早去越南的时嘛是安尼吼，有当时甲约2点。啊，有诶2点半，甚至嘛有3点才来，有诶捌到1点钟嘛来，啊，甚至有诶嘛规期拢无来嘛有。我伫越南捌拄过安尼，啊，所以迄个愈热诶所在嘛，愈无准时。来，佫有啥物问题无？上好就是各位爱利用寒暑假有机会，尤其恁即摆拄好大一呢，可能较有时间的情形之下，去行看看啦，因为听人安尼讲拢袂准啦，就是爱甲你家己去行看看的时阵呢，
哦，上到是收获较上济哦。安尼若有趣味呢，即、个若要去东南亚吼，譬如讲你若要活人呢，到时我手笔贴出来吼，你若要去，我通送一本互你，我免费赠送一本，啊，互你试用看卖咧。哦，但是你来自助旅行哦，你袂当讲参加团哦，参加团迄就无趣味啊。因为我以前嘛是哦，我以前差不多去美国了，然后去东南亚各国的嘛，才拢一个人去，哦，拢一个人去，加足方便的，哦，这是咱台湾人爱，我讲这爱会当学习一下日本甲韩国哦，即摆是种安尼，这会当增加家己的经历哦，去行看看，这嘛是好处，这对各位未来就业嘛是有帮助，哦，较早我问一寡迄个。伫外人拄着遐日本朋友啊，哦，因嘛讲诶，因为足侪我看，袂拢是大学读到3年了就休学是当，然后去外国，哦，去越南啦，哦，了才要转，哦，了毕业了呢，才去找头路，安尼公司足侪拢爱即种诶，哦，就是毕业前就有国外经验，哦，这非常。我一定，但是住外人安尼是惯是凊彩诶，所以我一定爱即款诶人才。因为安尼毋知外国诶，简单知影日本诶常识，安尼较安尼较安那讲，较安那较服从公司诶。你意思讲，伊若去外国了，会受到外国影响，当啊较惯势外国诶迄种。惯势诶主张的态度，还是凊彩的态度，所以无一定公司爱即款的知影外国的人才。好，来还有无？还有其他的来。你是不是在这所在遐定定看？对你本人敢有啥物影响？对你本人敢有啥物收获？敢有啥物收获？有啥物帮助对你个人？就是你去东南亚咧，这个经验啊，对你个人有啥物帮助？有啥物好处？我个人来讲，对。因为日本安尼地单人啊，较安尼简单亲密，个迄个我凊彩嘛是会互别人原谅我，所以较交流较济。我伫日本，我遮尔凊彩是互人骂安尼骂，所以我就简单伫厝里尔，这我在呢，所以你适合东南亚的生活了对。所以你较无适合日本的生活。伫日本的生活是我简单厝里，因为迄个愈来愈歹的人生。来东南亚较安尼较重视。因为伫日本生活较紧张，所以对你是较无好，你变成就敢匿伫厝里啊，守伫厝内底，人际关系变得无好。你若来东南亚呢，因为较放松，较袂遐紧张，嘛会当较自由，甲人交陪交流。因为你个外国人嘛，所以就人较会容易甲你开讲安尼，所以对你个人是有帮助。所以我捌看过迄个世界啥，看是台湾日本统治的时阵，哪会台湾人叫日本人做日本教是因为日本人就严定定骂台湾人，所以安尼教。因为用病啊，所以咱是交你肥个。交肥好，来，还有其他问题无？来，任何问题拢会使吼。迄个，若针对最近迄个日本甲中国的冲突、钓鱼台遐个代志，恁
咱国内是安怎？诶，敢有啥物？分享一下你的观察。你讲我的意见？嘿，对对，嘿。你日本遐对即摆对中国，还是对台湾，敢有啥物款的观点？对，日本嘛是投资互中国足济，不过日本公司互中国拍安尼足济是越来越感觉安尼毋通安大投资互中国一国赢，应该安尼做好分散，讲安尼个。毋知日本人诶较济人是安怎意见，我毋知。好 ，OK， 好，来，还有其他诶问题无？我捌去过越南是拢总大概10个月左右，在中国是3个月左右，辽国3个月左右，泰国嘛是3个月左右，柬埔寨是2礼拜尔。已经要去完全要去柬埔寨诶。缅甸是也毋捌去缅甸诶中心，不过缅甸甲泰国诶国境诶所在，我捌入去缅甸国家内底遐个所在，简单捌住过4日尔，住过台湾4个多月。安尼。来，阿哥来。去东南你讲，因为因遐食诶物件甲日本有真大诶无共，你感觉你会较无适应，还是感觉讲你感觉遐物件较好食？啥物物件较袂同？辽国甲泰国诶是。嘛有物件足咸，嘛有正文遐咸，所以我们我讲咸诶较少诶，若讲安尼无要紧，若无讲安尼有时阵挡袂牢。你越南诶迄个阿囝人捌食过无？中国我看起来是歹看，不过食是好食。好啦，阿囝呢就是阿人煮到一半了，就来煮，所以就是阿囝，规家在食。可以狗啊，你敢食？狗有。食起来怎感觉？嘛是好食。猫肉咧？袂。越南北部遐嘛有。你会捌食过猫？猫肉无食。越南因伫北部吼，狗肉是足普遍，因伫菜市仔就有咧卖啊，菜市仔就有咧卖。猫肉嘛有，但猫肉较无遐普遍，但是因一般诶庄口嘛是有卖猫肉。食狗肉、猫肉伫因遐是正常诶，无像咱遮讲是非法诶。日本嘛是主要是食米诶，台湾、越南、辽国、泰国、中国南部拢是食米诶。不过日本诶米较讲较 Q， 对，较 Q 诶。其他诶，台湾、越南、泰国，较黏。对，安尼，所以小可无共。其实台湾
台湾 Q 的嘛有啊，啊只是你一般去自助餐伊拢用迄较黏的互你，伊迄较俗。啊因为台湾的自助餐足侪拢是用进口的，用泰国米，因为较早阮兜咧卖米，我知影。伊迄自助餐伊咧降低成本，所以伊拢用较歹的米，所以食会较歹食。但是嘛较黏的啊，连讲我当38号试食看看。台湾嘛足好食，足 Q 的迄种嘿。你有两种的，一种是普通的米，搁一种的是满字的是。这麻糍迄是自米，自米，自米嘿，辽国甲泰国北部的主食是自米，自米，自米，所以用用手来安尼本来手的搁较手安尼食，安尼是无共，安尼嘛是好食，不过我食一出来是好，不过足侪是我因为惯是普通的米，所以食这是较济对，消化较歹，自米。安尼自米是食较济是我无惯势，袂惯势咧。不过也讲嘛是会使选两种的米，所以食自米小可，还有食普通的米。这安尼是我要紧。食实这通常拢是头啊，可能会袂惯势啦，久了就惯势。我对于越南，还是讲对于美国是嘛是一开始嘛是食袂惯势，尾啊了就惯势。比如讲像美国诶，一般咱拢想着讲着汉堡安尼尔当然人不止迄啦，伊遐嘛是有真侪种无共的食物。因为较早我是去德州，德州是美国南边，较挖墨西哥啊，较挖去墨西哥，所以有真侪食物是较墨西哥式的。譬如讲有迄种salsa，salsa 迄种物件你捌食过？salsa 就是柑仔蜜啊，用一寡花啊、香肠啊，来剁个幼安尼，淋咧食迄种物件，像迄拄开始嘛食袂惯势。安尼，敢是外省人来伫中国北部啦，先来倒来台湾的时阵嘛是无惯势安尼。哎呀，拢是安尼。因是主要食小嘿啊，这饮食本来就是一开始无啥惯势。比如讲像台湾早前其实拢是食米粉较济。台湾的主要的即个面食是米粉，但是即几年等到1945年以后，咱的米粉愈来愈少，等到即摆拢用面取代掉。面迄其实是放的迄个，就是迄个中国放迄个主要粮食是用面粉来做的，所以是食面较济。所以你若看你去越南，是讲河粉，拢是河粉，台湾是较早是安尼。对啊，台湾嘛是啊。越南即嘛是啊，伊河粉或者是薯条，叫薯条就是米粉。迄小白是中国人摕来的，还是日本人的乌冬摕来的？多一个是。这我就这个研究者。但是面啊，一般的面是中国人来了食较济，比如讲像牛肉面，牛肉面以前台湾人足少咧食的。因为以前台湾人若是种田的人咧，无咧食牛肉的。比如讲像阮兜。阮阿公阿嬷伊就无咧食牛肉的，因做些人伊家己有饲牛咧种田的，无咧食牛肉。但是即几年来，牛肉面煞变台湾的迄个特色料理，这个就甲咱的历史就断层去啊，脱节去啊。我照讲，其实咱应该是用米粉，譬如讲白肠米粉，这是足经典的啊，白肠米粉。或者是讲，譬如讲以前咱台湾是海岛型的国家嘛，所以譬如讲。足侪鱼仔类譬如讲五柳鸡，像我细汉印象足深的就是迄鸡仔鱼用五柳鸡迄个用迄，但即摆即拢豆消失去啊，愈来愈少啊。变做拢是一寡中国名的遐料理，啥物狮子头啦，啥物，拢遐你看袂出内容啥物物件，拢中国式的食物的，等到台湾式拢豆拢迄个无去啊。好，所以咱拄则讲着迄是饮食，饮食其实是惯势就会使啊。我拄则讲着像，我对美国时阵食迄salsa，一开始嘛食袂下，但是尾仔了就就感觉袂歹食，就惯势啊。越南嘛是啊。不过其实我日本料理内底纳豆我毋敢食。你家己毋敢食？无介意食。
袂介意食。袂介意食，所以是本来无一定介意嘿啦，食。当然这本来就是无一定是百分百拢是安尼啊，迄是大多数可能是安尼。好来，安尼佫有啥问题无？好来。我这问题，你去过一个国家的旅行嘛？啊，然后你比如讲去泰国山都会去做几啊个月，啊，你是有目标有计划去旅行，就是讲你这边旅行要去一寡所在，然后是计划了后去行的，若是讲你去遐的时阵是拄着啥物人，啊，伊陪你，伊有互你啥物意见，讲你去对，袂歹哦，啊，你就想讲去对，你就是较随性，无一定目标，也是有目标的旅行。我去了后才决定的，迄个黑白去的。较随性。嘿，无，基本无计划。无特别计划。嘿，安尼，毋过若有代志，伫日本有代志，着爱转去日本是。知影到什么时阵着爱转去日本是要计划到安尼要安怎转去的路中去各个所在。毋过普通的时阵，若无安尼时阵是简单无计划黑白去尔。流浪天界就对啦。好来，佫有无？时间嘛差不多啊，来，佫有无？好来。配合，你安尼行过足侪所在，但是我是感觉讲，我家己是一个女性，常常听人讲当然就是讲无适合讲遮少年，就女性家己去，你家己的感觉是安怎？无伊，我了过捌对着迄个查某囡仔，日本人查某囡仔一个人去旅行，不过伊讲因为危险，所以暗时无出去，因为伊讲家己是查某囡仔，所以毋知安尼有人是有人讲袂要紧，有人讲危险，所以毋知我毋知。查某囡仔嘛是去一个人旅行，袂要紧，也是有危险，我嘛毋知。一般啦吼，以我伫东南亚拄着的吼，日本女性通常拢还有2个啦，做伴去较济吼。当然单独一个嘛有啊，通常伊拢会2个做伴会较方便。当然这有当时有危险无危险，当然女性是会比较这是。相对较悬小块，风险较大小块啦吼。但是查甫嘛是会危险的。我伫外人嘛捌互抢过啊，10几冬前去的时，迄个人嘛捌互抢过啊。尾来我等$20美金互伊了着，我就走啊。当然这是本来着你去到什么所在拢嘛爱细意啦吼，包括台湾嘛是共款啊。你伫台湾嘛是互抢啊，嘛是有可能啊。只讲风险较悬也是较低当然拢爱注意但是咱袂当讲因为风险，所以咱大家拢毋敢去。你着做宅男宅女就好啊。总是我讲咱整体来讲啦，咱台湾人少年人迄种出国自助旅行的风气当然比前几年较好豆这几年愈来愈好但是比较日本甲韩国来讲，或者是讲香港来讲咱还阁输啦。我感觉还阁输日本、韩国台湾。你像即摆你去越南，你有注意到无？譬如讲迄个大学内底有迄越南语中心拢越南学的咧学越南话足侪韩国人，嘛足侪日本人。即摆韩国人愈来愈侪，比日本人较侪。即个现象，像我前届去越南迄个南部迄个胡志明市的迄个社会人文大学迄韩国人几百个伫遐。敢即间学校，然后伊咧学越南话着几百个所以韩国人即几年来愈来愈侪。我10几冬前去越南学，抑阁无呢。
迄当时我伫学院全班差不多10个，才敢一个韩国人尔。即摆人是规间校差拢会接尔，伫华南语中心差拢会接尔。因甚至佫有韩国村，吼，就是因韩国人组织一个社区，拢韩国人迄大社区，吼。这来佫有其他的问题无？吼，反正就是各位咱出行行看看的，吼，任何国家拢会使，吼。来佫有其他问题无？若无问题，我想咱时间嘛差不多啊，吼。咱今仔日真多谢咱活动咱要上的，来遮甲咱开讲，吼。这是因为虽然伊毋是专门做演讲，嘛是大海老师，但是用这种形式甲大家分享吼，这嘛是真难得的一个机会，吼，有大家帮做一个参考安尼吼，嘛佫咱先佫歌声佫感谢咱好，咱即个礼拜咱课先上到这吼，后礼拜再佫继续吼。